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44章。迄个人带我转来圣殿外埕的东门，迄个门关闭。上主甲我讲，这门一定着关闭，袂用得拍开，不准任何人对遮出入。因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对这个门入来，这个门着关闭。若是王，伊通来坐伫内面，伫上主面前食献祭的饼，毋过伊着对外埕的走廊出入。然后，迄个人带我对北门来到圣殿头前。伫遐，我看到上主的阳光充满伊的圣殿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主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我所要吩咐你有关上主圣殿的规则甲条例，你着详细看，注意听，搁记伫心内。你着注意什么款人，才会用得伫圣殿甲圣所出入。你着甲遐个悖逆的以色列人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。”以色列人啊，我无要搁忍受恁所做一切通厌恶的事。你咧献精生的血甲油，做我食物的时，竟然互遐个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入去圣所，拍拉散我的圣殿。恁做这个通厌恶的事，违背我的约。恁家己无伫我的圣所尽恁的职责，颠倒叫外族人伫圣所替恁执行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住伫以色列人中间所有身躯甲心灵无受割礼的外族人，拢不准进入我的圣所。上主讲。以色列人行迷路去拜因的偶像的时，利未人嘛气杀我，我要照因的罪刑罚因。毋过，我要互因伫我的圣所侍奉，固守圣殿的门，伫圣殿执行职务。因通替人民替烧化祭甲其他祭祀的精生。轮班为人民服务。毋过，因为遮个利未人捌为以色列人主持拜偶像的事，互人民跋倒犯罪，所以我对因立誓，因一定着受刑罚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：因袂当亲近我，袂当做祭司侍奉我。袂当挖近我一切的圣物，也是至圣的物，这就是因做通厌恶的事应该承受的见效。我要指派因固守圣殿，做圣殿内面应该做的事务。以色列人行迷路离开我远远的时，利未支族撒督后代的祭司犹原尽因。伫我圣所的职责，所以只有因通亲近我、侍奉我，因要伫我的面前献精生的油甲血互我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只有因通进入我的圣所，伫我的祭坛侍奉，做我交代的职务。因对门入去。内埕的时，着穿幼麻布的衫；因伫内埕甲圣殿侍奉的时，毋通穿羊毛做的衣服。因着戴幼麻布的头巾，穿幼麻布做的内裤，腰毋通下大，则免流汗。因出来外埕会众遐以前。着先将伫圣殿侍奉穿的礼服脱起来，放伫圣的房间，
然后穿别种衫，才免因的衫互会众诚做剩。祭司毋通剃光头，嘛毋通留长头毛，头毛着修剪。祭司要入去内埕的时，袂用得啉酒。祭司袂用得甲一般的寡妇，也是离婚的妇人结婚，敢若通甲以色列人的在守女，也是祭司的寡妇结婚。祭司着教导我的子民，什么是圣，什么是俗，互因知什么是清气的，也是无清气的。若有诉讼需要祭司裁决，祭司着遵照我的命令审判。祭司着伫我所有的罪期遵守我的条例甲规则，搁守我的安息日做圣日。除了过身的人是家己的爸母、囝儿、兄弟，还是未出嫁的姊妹，祭司毋通挖掘尸体，互家己无清气。伊洁净了后，着搁等7日，才通进入圣所的内埕。伊伫圣所侍奉我以前，着为家己献赎罪祭。我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布：祭司有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伫以色列，毋免互因什么产业，我就是因的产业。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的祭物，要做祭司的食物，以色列人献互我的，拢要归属因。透水的农作物甲献互我的祭物，拢归互祭司。恁着用透水的麦仔做的头一块无掺假的面丸，互祭司。安尼我就要赐福气互恁。白鸟也是伫走兽，不论是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理的，祭司拢毋通食。